傳樂粵曲組咧，出去做福傳嘅時候，尤其是係每個月去呢個老人院探訪嘅時候咧，我哋都會着呢個整齊嘅制服，係代表天主、代表聖方濟堂去做福傳嘅。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好似頭先當佢哋講，我哋第一首歌咧，而家咧就嚟端午節啦，所以用一個好振奮嘅音樂，共撐嚟到向大家宣佈一個更加振奮嘅消息，一個好消息，一個福音，就係基督得勝。惡魔而戰，好神萬眾尋來。